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过去农业时代，家家户户加减的饲一寡精生啊、鸡啊、鸭啊，唔则讲真侪俗语话对遮产生出来。头一句咱来讲，家囝对鸭母，这句话解说，就是缘分错白，感情寄托唔着人。过前我捌听过一条流行歌，叫做《豆菜底》，这歌名。作词作曲家高祖勇老师伊的代表作，一条北京语的《我们都是一家人》。到即马，空落暗会嘛，佫定定咧唱。这条豆菜底上尾收煞2句歌词，伊就唱讲：鸡仔囝若是对鸭母，嘛是相欠债，就是相欠债，毋则缘分错白，毋则感情寄托毋着人。啊，鸡仔囝去对鸭母，啊鸡母咧。第2句俗语话咱来讲，讲戆鸡母饲烟吞，这较早俗语吼，有迄个顶下句的。原因这句话就是咧描写讲，因为烟吞细汉时啊，拄生出来细只，你也甲食，拄我甲鸡仔囝要讲啊要讲，戆鸡母袂晓认煞饲对烟吞去，毋过应用就是咧讲即个人袂晓分代志的轻重，要紧的代志袂晓大声做。毋则国前头拄我讲，永早原有迄个下半句，人咧讲戆鸡母饲烟吞，戆马饲外孙，即马来外孙无咧分啊。时代应用这个俗语话爱改变啊！戆鸡母饲烟吞顶半句甲留条的，咧批评人讲唔知影代志的轻重，咱继续甲流传。下半句咱甲念掉。啊，另外一句，原来甲即马时代无合，讲叫做鸡母带囝会轻松，鸡公带囝会拖棚，轻松对拖棚。过去朋友你，就算讲唔捌听过拖棚这句话嘛知影，就是安尼落个缩个弹到大个细个。安尼动作真散慢拖拖刷刷，加工就较慢带囝。毋过你也知讲过去的社会，只有固定讲男主外女主内迄个观念，主毋是煮饭的主，是负责是主持的主啦。即马家庭间，啥物人要带囝，啥物人要出去拼事业，人家己讲了会合好就好啊。这就是时代变迁，毋只有真侪俗语话，时代咧应用，无得较讲即马。已经有法度配合，你像讲死鸟吊树头，死狗放水流这个话，即马嘛应该爱甲拍掉。毋过咱研究俗语，就是回想过去，了解永早的历史，甲社会百姓生活的环境。